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人世间是属于欲界，有修行啊，修禅而到那个色界，还要超越禅宗修行来到无色界，但是三界都还在五行、阴阳五行内，还没有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，所以要赶快求道啊，得三宝心法，还是回到极乐世界，回到无极理天的根本办法。但是因为业力太重了，要先到弥勒祖师的多帅天宫继续修行，将来开龙华三会，在龙华树下成火，那是弥勒祖师啊。要有吃素，还有立清口愿的，才能到弥勒内院呢。就好像成为入门弟子，没有立清口愿，好像只有在门外而已，只到弥勒外院而已。还有男女的欲望，虽然很快乐，极乐世界，小极乐世界，但是有堕落的危险，所以要吃素，还要立清口愿。